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。公司台语台新闻咧，甲咱报讲，若点迄个内底有包含类固醇的目药水，就爱接带转去，互先生对撞。讲究讲眼内压力敢会过头重。国情想着讲有真侪俗语话，甲目睭有关系。毋若讲敢若甲目睭有关系，甚至甲目药水干仔都有关系，你敢要信？有啦，大声咱先来讲一句俏谈，讲笑话，讲世间有影着目药管仔上世间，这是讲话音的啦。你嘛知影讲，毋是真正要讲目药管仔，毋是，是要讲吼，着大细支干仔、豆油干仔，还是汽油干仔，还是目药管仔，目药管仔上界世间啦。毋过话音要讲世间的代志，因为世间的代志要看会了袂尽。你咧感慨讲，哦，还有遮稀罕的代志，生目睭发白白毋捌看，咱就听我用一句：世间就目药管仔上世间啦。讲话音的，但是要表示讲世间无奇不有，所以你毋免感觉讲着惊，毋免感觉讲稀罕。毋则英语嘛一句话咧讲，日头笑到下底，无啥物新鲜的代志啦，真平常啦。啥物款代志，世间演过，拢捌经过啦。啊，尤其若讲到甲目睭有牵连的俗语话，嘛有真侪少俗语咧提醒咱人生的道理。国情搁来讲一句，讲吼咱做人毋通目睭看到鬼，啊骹骨去踏着火。这就是表示讲，人毋通贪小利，干那看讲我目睭前，即块果遮大地，春手免呢，毋知影讲下过迄个骹底会去踏着火。毋则永早咱有一句俗语，早前前辈拢咧甲咱提醒。讲贪小利就会误大事，啊，要安怎样？才会警觉家己？要安怎样才会提醒家己？讲毋通目睭看到过，骹骨去踏着火，无别项啦。就是讲咱做人，都爱社会尽量甲人经验，好歹大咱会晓看。啥物代志，经一事就中一智，藏伫咧心肝内，咱就会晓学习。毋则原来有一句俗语，无听讲你较罕咧听，国情讲出来，甲你互相研究。即句8字尔。讲或者江湖的眼光，秀才的文章。江湖的眼光，就是讲江湖咧行搭，第一就是出眼光。秘书敢若啥？秘书敢若讲到读册的人，秀才就是出文章共款。尤其你若定社会上各种的经验，你行了久，各种复杂的代志你经验了深，你就袂安尼甲人斤计较。搁有另外一句俗语话，就是咧讲即种道理，讲或者流水无毒，流人无恶。煞毋知影讲。你无论讲去到倒位，尽量甲人留，尽量甲人暖，咱就袂心肝头夹一个夹。水伫咧流，袂讲即死水，就袂生歹物啊，就袂讲会产生毒素啦。啊，江湖伫咧行嘛共款，社会咧甲人溜一个头，留人无恶。因为人要计较，人要争取，人踮遐要甲你烧钱的时阵，你讲我莫甲你烧钱，我退出就好，我甘愿讲即溪无鱼，别溪钓。流水无毒，流人无恶。这句俗语话，原来甲大家互相探讨。